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參選今次都善區區議會選舉嘅1號候選人蘇浩。我今日拍呢段短片嘅目的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希望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或者講解下我過去處理一啲屋苑管理嘅一啲爭拗啦、問題啦、個案嘅一啲例子咧，同大家分享嘅。喺呢2年咧，好多屋苑就出現咗就住維修啦、管理費啦，或者屋苑管理嘅模式啦，各方面嘅問題咧，出現咗好多嘅爭拗。我哋過去咧就處理過唔少嘅 case 啦、個案咧，就係關於呢一方面嘅。喺舊年或者我哋就處理過一個咧都相當之出名啊，即係叫做出名嘅個案咧，就係關於沙田翠湖花園嘅疑似天價圍標事件。咁呢單案咧就喺而家咧其實都審到中後段㗎啦。咁好多案情咧都可以喺新聞嗰度睇到啦，或者大家 Google 下啦，都會揾到好多相關嘅資料。呢一單案咧最令人震驚嘅地方就係咧，基本上係一個天仙局咁樣啦，即係疑似嘅天仙局啦。由承建商啦、入標嘅承建商啦，去到管理公司啦，去到法團入邊嘅人士啦，甚至個別嘅小業主啦，都有參與呢個疑似圍標嘅過程嘅。咁如果你係一般局外嘅小業主咧，你根本上係冇得走嘅。好多業主都已經俾咗一個30幾萬每戶嘅一個維修費咧，係夾咗落去㗎啦。咁所以而家即使係大家想翻轉頭追討翻嘅責任嘅時候咧，都未必一定話可以即係攞得翻錢添啊。所以呢單案其實亦都啟發到我咧，係喺今次嘅選舉入邊，希望可以帶到一個訊息俾都會站啦，尤其是係都會站同埋城中站嘅業主知道咧，一個點樣嘅方法或者係一個點樣嘅選擇，先至係對各位業主嘅權益得到最大保障，一個最好嘅選擇咧，得到一個最好嘅結果咧。喺呢幾單案或者我以前過去處理過咁多單關於屋苑管理嘅問題入邊咧，我得出一個經驗就係如果你係有一個法團嘅成員或者主席或者係業委嘅主席去選區議員表面上咧好似幾好喎，即係佢能夠又容易揾到啲啦，好似感覺上又好似同你同一個生活圈啦，咁大家嘅利益好似都相同啦。咁如果佢做埋區議員，咁咪好好咯咁樣。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咧，就係處理咗呢啲個案嘅經驗得出嚟咧，個結果就係我認為咧如果當個法團咧好地地就冇事啦但係如果一出現問題嘅時候咧，需要人哋去調解，或者可能係法團同小業主、個別業主之間有好多爭拗，或者甚至乎可能一個法團同大部分嘅業主嘅利益或者意見係唔同嘅時候咧，咁你個主席或者你嘅成員法團嘅成員都係兼任埋區議員嘅時候咧，咁就變咗真係投訴無門啦可能變咗要即係其他嘅業主或者意見唔同嘅業主就要出去揾法律意見啦，俾好高昂嘅成本價錢去揾其他法律意見啦，或者要去揾其他區嘅區議員啦，或者其他嘅立法會議員啦去幫手去介入啦，咁就變咗就即係個助力就少咗一重你本來原本當個區議員就可以幫你做一個調解角色咧，就失去咗啦，因為已經有法團嘅人士咧就兼任咗呢個區議員。咁其實咧好簡單嘅啫就係其實就係一個制衡、互相監察嘅一個做法，就係法團就揾一班人啦，區議員當你今次選區議員嘅時候就揀另一個人如果係法團管理得好好嘅咁你咪變咗有2個人幫你手咯，有一個區議員幫你手，又有法團嘅人士又可以幫你咁啊變咗有2批人幫你啦。但係當好不幸如果假如將來有啲咩大嘅爭拗出現咗嘅時候喺屋苑，咁當法團如果出現問題嘅時候，咁你亦都有一個區議員可以幫你去做一個調解、監察，甚至咧係捍衛你權益嘅角色仍然係獨立於法團之外嘅。所以我喺今次嘅選舉入邊，我亦都呼籲各位居民可以選擇一個獨立於法團之外嘅人士咧，係做你哋區議員當然我係希望各位居民可以選擇我1號蘇浩一個有處理屋苑個案經驗嘅候選人，係成為你哋嘅區議員我喺度懇切咧呼籲各位住喺城中站、都會站嘅居民、業主喺11月22號星期日去到知專設計學院咧投票支持我1號蘇浩，一個有處理法團管理嘅經驗嘅一個候選人做你哋區議員。多謝你哋。